大家好，歡迎再一次嚟到紅茶館，我係節目主持人 Man Sir 文豪。大家咧唔知有冇留意到咧，身邊有好多嘅人啦，甚至係自己咧，好多時都會認為自己嘅選擇咧就係啱嘅，而往往咧人哋就錯嘅。甚至有啲嘅情況咧，大家又唔知有冇留意到咧，當一個人去離開一間舊公司，去到一間新公司嘅時候咧，永遠都會數到舊公司好多嘅弊處，好多嘅缺點，但又睇唔到而家依間新公司嘅潛在嘅問題，淨係會睇到而家新公司嘅優點。嗱，點解我哋人類咧，往往咧都會有一個咁嘅傾向、咁嘅習慣去睇事情咧？原來喺心理學上咧有一個心理盲點嘅，個名就叫做自我選擇偏誤。今集咧就會集中去解釋、去講解翻究竟乜嘢叫自我選擇偏誤。呢個嘅盲點有咩嘅好處？但係亦都有咩嘅弊處呢？今集嘅內容非常之重要同埋精彩嘅，希望大家都可以聽到落尾。喺講之前呢，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紅茶館嘅製作，麻煩大家都可以幫手撳個掣，免費訂閱紅茶館嘅網站，同埋咧就俾多啲嘅 like 我啦，同埋就多啲嘅留言分享翻今集嘅節目嘅內容嘅。好啦，講翻我哋嘅主題啦。其實咧，人咧喺我哋嘅心理裏邊咧，我哋本身咧由出世到成年啦，經歷咗人生好多嘅歷程咧，往往有自己嗰套嘅信念系統嘅。呢啲個信念系統咧，我哋人咧就好怕咧，俾一啲唔相同於我哋信念系統嘅一啲嘅信息去打攪嘅。即係呢個係一個自我保護一個機制嚟嘅。好多時候咧，人咧就會點咧？會係當自己選擇咗一條路或者一個決定，有一個信念嘅時候咧，為咗保護自己呢個一貫性一個信念咧，就算明知道有一啲客觀嘅事實、有證據嘅情況之下咧，佢都唔會去接受，唔會去相信其他人所講嘅説話。呢個係一個自我保護嘅，特別係對於一啲嘅心理比較脆弱嘅人咧，佢更加係唔會去接受人哋對佢嘅一啲客觀嘅一啲嘅批評。甚至會嚴重到，就算人哋唔係否定佢嘅意見，只係保持中立，佢都會喺個嘅潛意識裏邊假設咗對方嘅中立就代表唔支持佢，甚至係反對佢㗎。呢個喺我哋嘅人類裏邊咧，好多時都有呢個情況嘅。所以咧，亦都可以解釋到頭先初期講咧，譬如一個人佢離開一間舊公司，去到一間新公司嘅時候咧，由於佢選擇咗離開舊公司，去咗一間新公司，佢就會自我哋咧選擇咗，就會認為舊公司一切都係唔好嘅，而新公司咧一切都係好嘅。因為佢選擇咗去新公司嘛，佢要保護翻自己呢個嘅信念，佢唔可以，佢一定係就算明知，佢都唔可以去睇話自己而家新公司有咩嘅問題，潛在嘅問題，因為當佢咁樣講嘅時候，就前後咧就會矛盾咗。呢個係違反咗佢既定一個信念。另外一個例子亦都係啊，當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當咧一個人咧，一對嘅情侶如果分咗手咧，特別係被拋棄又好，去拋棄人又好嗰個咧，其實永遠咧，當佢選擇咗離開呢個伴侶、呢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咧，佢就永遠咧，淨係會睇到對方嘅缺點，但係就睇唔到對方嘅一啲嘅優點㗎。呢個同樣係一個我哋
陷於一個叫做自我選擇偏誤一個盲點裏邊，因為我哋嘅決定就要離開佢，咁所以就一定會好偏差地數對方所有嘅缺點，但係就一定會睇唔到對方嘅優點。咁呢個就係一種自我一個嘅欺騙，欺騙咗自己，同時亦都想欺騙人哋。嗱，咁其實咧難免嘅，我哋人咧好多時都有呢種自我選擇嘅偏誤。咁當然啦，佢嘅缺點係乜嘢咧？當人如果有嚴重嘅自我選擇偏誤呢個缺點嘅時候咧，會對於一啲嘅客觀嘅事實，佢往往係睇唔到嘅。咁危險喺邊度咧？危險就係對於一啲需要高度分析嘅一啲嘅事情咧，譬如一啲理財嘅分析。如果當一個人佢唔睇客觀嘅事實去作一個判斷去分析咧，好多時候咧佢個理財咧或者投資嘅決定咧係會犯咗一個好嚴重嘅一個錯誤嘅。咁因為信念，你自己有呢個信念，但係唔係事實嘅話，唔會因為你呢個信念堅持而可以改變到事實嘅。咁呢點亦都係特別要留意。咁當然啦，自我選擇偏誤啦，佢呢個係最大嘅缺點，但係亦都同時佢有個優點嘅。個優點就係咩咧？由於呢啲嘅人，如果佢有嚴重嘅自我選擇偏誤呢個盲點嘅人咧，佢往往佢總以為自己啱嘅，佢錯不在己。咁呢個有咩好處咧？個好處就係佢哋相對嚟講係唔會有嗰種嘅太多嘅內疚感嘅。同埋呢種嘅人咧，往往咧佢係唔識得去易地而處，去睇對方個立場，或者叫做冇一個叫做同理心嘅。咁佢淨係睇到自己，因為佢嘅內心裏邊咧，其實係某個程度可以話係極度嘅脆弱。佢係唔敢啊，或者應該講係唔敢去俾人去挑戰佢一啲嘅錯處。但係咧，佢唔明白人哋挑戰去話佢或者批評佢一啲嘅做事嘅方法，或者一啲睇嘢嘅錯處，唔等於係挑戰佢個人嘅。記得喺最近咧有一套電影啊，有一個動畫嘅電影咧就叫做史迪仔。咁我記得喺個劇情裏邊咧，嗰個細路女咧就成日都同阿史迪仔講咩咧？佢話：你雖然咧會做壞事，但係咧你唔係一個壞家伙，唔係一個壞人。咁呢句説話其實喺成套電影裏邊咧係話到俾我聽咧，即係要分清楚兩件事啊！即係做壞事嘅人係針對佢嗰個行為，可以譴責佢個行為，但係唔等於佢係一個壞人，因為有時好人咧都會做壞事嘅，壞人咧亦都有機會做好事嘅，所以就唔可以將兩件事去混為一談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俾我哋一個啟發啦。嗱，咁所以咧今集咧我想講俾大家聽咧，我哋人類由於想保護自己，往往係會自以為是去認定自己為啱，人哋係錯。呢個其實係自我保護機制多啲。另外咧喺我哋嗰個原來喺我哋嘅記憶系統裏邊咧，大家唔知有冇諗過咧？你嘅記憶，你究竟肯唔肯定你嘅記憶係100%準確咧？會唔會有偏差咧？咁當然有啲人會話：我記得係咁嘅喎，一定啱嘅喎。但係事實，大家如果有呢啲嘅經驗咧，我自己個人都有呢啲經驗嘅。原來有時我哋嘅記憶連自己都呃咗自己嘅。我哋會因為我哋有既定嘅選擇、既定嘅立場，去編寫、修改、篡改我哋嘅記憶嘅。有時係我哋自己都唔發現呢樣嘢嘅。曾經喺外國咧有一啲法庭嘅案例咧，真係證實咗咧，有啲嘅所謂嘅證人咧，佢哋嘅所謂嘅記憶咧，
其實後來係證實咗係唔啱嘅，係扭曲咗嘅，但佢哋自己係唔知道嘅。即係話，所以我想提大家就係話，當我哋去揾翻我哋記憶嘅時候咧，有時都要小心去查考，究竟我哋嘅記憶會唔會俾我哋自己都篡改咗而不自知？呢個係一個係會有一個喺心理學上，我哋人嘅腦咧，其實會有一種嘅自我欺騙，因為我哋選擇咗相信呢樣嘢，連我哋嘅記憶都欺騙埋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好啦，咁啊，今集希望都幫到大家，因為呢集我覺得個內容就都係一個幾大嘅啟示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集裏邊可以攞到一啲嘅啟發啦。咁啊，對於今集嘅內容，如果有任何嘅睇法，希望多多留言啦，同埋就記住都係俾翻個 like 啦，同埋就可以嘅話幫手真係免費嘅訂閱，希望盡快我哋訂閱人數可以去到200個啦嚇。好啦，咁啊最後亦都提大家，我嚟緊喺工聯會7月17號夜晚，咁啊逢禮拜4晚7點到10點鐘喺佐敦上堂嘅一個實體課程，咁個課程個名叫做思想力量與財務自由嘅反思，咁我會講好多關於理財心理學啦，關於一啲實務性嘅一啲理財嘅知識啦，同埋我自己都好有啲嘅個人嘅分享對於理財一啲嘅一啲睇法啦。咁啊，如果大家想增進自己嘅財務嘅健康啦，甚至有啲已經一早已經財務自由嘅，想繼續好保護好自己嘅財富嘅話咧，呢個課程係極之啱大家去修讀嘅。咁啊，總共有4堂，咁啊7點到10點，咁啊如果未報名嘅，盡快去工聯會嘅網站報名，或者親臨佢哋嘅各分中心報名就可以㗎啦。咁啊，今集講到呢個為止，多謝大家，下集紅茶館見，拜拜。